色旗嘅房屋處龍舟隊，紅色旗嘅龍舟康樂中心。我哋見到啊，仍然領先緊嘅有5號線橙色旗嘅新益食品有限公司。唔該晒咁多位，6號線小雞嘅富寶花園。9號線。跟住我哋恭喜香港警務處助理處長、新界南總區指揮官張偉華先生、沙田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嘅會長、曹君儀會長、黃耀會長、偉漢會長以及潘偉雄會長發下分嘅獎項。隊咧有機會喎，有機會上前喎。6號線紫色嘅富寶花園，好接近啦。4號線加嘅準備係沙田區少年警訊。喺後邊上緊嚟嘅咧，有努力中嘅有紅色旗嘅龍舟康樂中心啦，房屋處龍舟隊啦，海能達先鋒龍舟隊都繼續努力上緊嚟啊！綠色旗嘅東華愛心龍舟隊都喺後面咧努力緊嘅。係啦，大家見到啊！